为了顺利推动普查作业，淡市上午伫民地市政中心成立工业甲服务业普查处，由市长为调甲一个以及主管共同揭牌。市长表示，将全力配合中央的经济政策，做好各项普查和调查，更加精准。因为有这些调查项目，国家的政策，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行的准据。那其实有人会说，那现在电脑的时代已经很发达了，资讯科技很发达，为什么还要用人力普查？其实我们这次的普查是除了用人力进行普查之外，我们还借助许多科技和这个电脑的科技那这样子能够让这个调查会更精准。那尤其台湾的经济发展台南市也是发展得很快，许多新设的公司行号还有工厂都如雨后春笋。那所以说我们更要借着这个时候来进行比较详尽的调查，这样子提供给中央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数据，做出比较好正确的一个决断。这个我们是全力来配合跟支持这个工商普查。根据了解，工商普查是5档才办理一摆，由行政院主计处主办。对民国43年开办以来，已经办过13摆。今年台南需要普查大约13间的店家，为了鼓励厂商配合，政府嘛祭出对网络填报的计划，也更有机会抽到10万块的头奖。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